个人吃的，有吃有合口味才会买，是不是？哎，没有关系。哎，每次听听说这边的饼很好吃，味道很实在，传统实在。餐台上摆满不同口味的糕饼，毫无限制，让人随性来场舌尖的旅行。客家老板江金荣有敏锐的市场嗅觉，里面的馅都是自己做的啊，对，不甜又实在，跟外面的不一样啊。对啊，外面有加工的不一样啊，这个都是纯的啊。有改良过啊，做多种口味，有创新，哎嘿。经过创新改良，研发多种口味，哎对不对？对这是大埔腔，之前我们说油锅两锅，做出它多种米稀。糕饼业原料来源上百种，江金荣说，怕违法添加物，能自制还是保险些。最初开面包店，发现最受欢迎的竟是客家口味的喜饼。江金荣决定好好留住小时候自己最爱的滋味。肉饼的部分，它的豆沙都留有客家的风味，以前传统下就都有的，就改良一些，因为现在人不要吃太甜，不要吃太油啊，所以说我们油分少了啊，糖也少了。口碑来自多花心思的细节里，肉饼馅料里猪油和葱酥自己炒。客家糕饼必备的起拔，也坚持每天现做，不使用防腐剂、增味剂，保存食物真实的味道。自己做的吃起来它香气还有口感不一样啊，因为大工厂做的不是说不好，不过它的就是大众口味嘛，都一样嘛。现在就是要往新的工厂，设备再完善，然后在卫生方面都更完善这样。工厂曾在921大地震时倒塌，江金荣历经东山再起的艰辛，更珍惜客人的肯定。希望40年老店手制糕饼，让人记得的是温厚单纯的好味道。油锅两锅，做出较多种米丝；油锅两锅，做出较多种米丝。谢谢宗仪老师。